呢個光景得唔得啊？再係270度嘅陽台，無論你係洗緊菜定係攞菜出嚟，抑或者食緊飯，甚至啱啱起床，你眼前嘅都係光景。今日帶大家睇小欖頂樓光景盤啦，谷城雲悅灣喺小欖想換改善房。買光景大宅嘅，今日呢條視頻一定要睇晒佢啊！項目就位於小欖城心，出門大概5分鐘嘅路程就去到呢個大信啦、百匯時代廣場啦、海港城、行街睇戲食飯啊，生活便利程度都直接拉滿嘅。而接住落嚟，首先帶大家睇下呢個獨家嘅亮點，小欖首個下沉式庭院會所。咁作為小欖首個下沉式會所，景觀一體化就係業主嘅專屬社交場所，會客放鬆都唔需要出社區就可以擁有比肩高端會所嘅體驗啊！生活嘅質感一眼就可以感受到噶啦，所以完全唔同於普通嘅小區會所啊！唔單止會所夠晒高端，歸家儀式感都拉滿嘅酒店式嘅入戶大堂，大氣又有面。項目精心打造9重歸家禮序，從社區大門到入戶大堂，每一步都有設計，每一步都係一種享受。呢啲細節先至體驗到一個項目對業主嘅用心。仲有泛會所功能全面，先廳、會客廳、兒童區、閱讀區，6樓就有屬於自己嘅社交圈啊！再講講大家最關心嘅戶型，約115方到216方嘅高得房率光景賒宅戶型，多開間朝南，通透格局等等優勢，為你帶嚟格調、身份同埋品味嘅全面升級。139方純光景闊景戶型，大概12.6米嘅南向面寬，推開窗就係光景。客廳夠晒闊 LDK 一體化廚房，老婆煮飯嗰時望到細佬哥喺個廳度玩，一家人始終都喺同一個空間度，所以溫馨感係直接拉滿嘅，住得舒服，圈層自然就上咗嚟。而重點嚟啦，好多街坊心心念念嘅頭牌光景大平層，唔同166方同埋216方嘅樓王戶型，雖然冇樣板房啊，但今日帶大家睇嘅3棟樣板間都係臨江，所以咧一排個景觀都一樣，都可以感受到同款嘅光景霸氣。呢度距離超近，冇任何遮擋，專梯專戶嘅設計，270度嘅環幕光景。無論你係洗緊菜定係攞菜出嚟，抑或者食緊飯，甚至啱啱起床，盡收眼底。LDKB 一體化闊廳設計，大橫廳會客，再加思享居家空間，會客同居家兩不誤啊！大平層格局，超大景觀露台 ，L 型設計，總長度去到20米，超大嘅主人套房啊，獨立衣帽間，再加埋主衛，從朝早到夜晚啊，坐屋企就可以睇盡一線光景同埋園林美景，視野開闊到冇得頂。大平層格局闊著，尺度感十足。小欖有幾多個項目可以做到咁樣個光景大平層？你話呢個戶型值唔值？妥妥就小欖嘅改善人居天花板啊！最後總結一下，谷城雲悅灣佔據小欖城心地段，有獨家下沉式庭院會所，有高托實用戶型，更有一線頭牌光景大平層，細節配置完全係拉滿晒。自住改善追求品質生活嘅小欖街坊，呢個盤絕對唔好錯過啊！有需要了解谷城雲悅灣，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記得關注我啦！嗱，關注我啦！